今日對 Amigo 團隊而言係一個十分重要嘅日子，呢個唔係淨係一場啟動禮，而係標誌住 Amigo 全新里程嘅正式展開。Amigo 車隊喺過去幾個月積極籌備，首批近100部電動的士將於本月底投入服務，7月底全面投入服務。今次係一個經典嘅突破，正式邁向車隊化、科技化、專業化。乘客咧只可以撳佢哋個 Apps 就可以叫車，等車時間咧比而家叫的士嘅情況咧係慳30%嘅。龐先生本身咧喺香港經營城市汽車集團嘅的士管理咧，係營運方面係擁有超過30年嘅深厚嘅經驗，喺行內係有卓越嘅口碑嘅。車隊嘅數目咧係大概係1000部，呢一個規模咧唔單止係彰顯咗CMG Fleet Management 對的士行業嘅信心，亦都反映咗 Amigo 車隊將會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嘅的士服務。其實好多唔同嘅行業應用科技，推動我哋嘅服務質量啦，推動我哋嘅企業嘅效率啦，等等已經係一個必須嚟嘅啦。咁所以好高興作為科技界嘅代表，亦都見到我哋同唔同嘅各行各業嘅代表有更加深入嘅合作，可以推動到更加多嘅應用啦，令到市民可以享受到。Amigo 只係一個開始，我哋將會繼續創新，繼續突破，令到每一程都成為大家值得信賴嘅一程。多謝大家。